立法院参讨修正通过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甲酒驾、杀囡仔、性剥削、诈欺犯罪等罪列入来。在比贸易协定生效了后，进口马铃薯法院的部分乌条就当加工引起疑虑。上诉强调讲，若准是量规件含量超标，就袂当使用。大甲马祖进香因暗着要起价，目前被沙屯马祖也上北到彰化，进度也真期待，两边马祖会当伫咧努力，搁再上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日新闻，我是嘉豪。总统赖清德在今早起呢，去到高雄的国军空勤中心救生训练中心视察，要亲身坐入去这直升机的补给舱体验救生的动作。另外，3月底才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位参议员，这礼拜搁在致函予立法院长韩国瑜函调也立委，希望咱的这立法院呢会当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也讲呢希望美国未来几礼拜内会公布新一批的军售，也就是外国媒体进行报道，可能是因为传习会来暂停的140亿美金军售案。成功造型模拟暗暝中的歹天气，调伫咧床底机组人员爱冷静想办法逃生。总统赖清德在这伫高雄的国军空军人员救生训练中心视察，也亲自坐入去直升机模拟舱体验救生动作。我们必须给予国军弟兄姐妹最强而有力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坚定地推动国防特别预算各项国防建设。我们坚持不打折扣，坚持应该尽速通过。我们都希望和平，而我们也都知道，唯有靠实力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和平。3月底才来台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位参议员，这礼拜各联名致函予立法院长韩国瑜甲调解立委，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讲美国未来几礼拜内也会公布新一批的军售，也就是外国媒体进行报道，因为传习会里研发的140亿美金军售案。The department doesn't necessarily comment on any potential or future arms sales. So you do commit to advocating for all paused arms sales to Taiwan be done without delay. Yes, I do.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n particular, I would say a lot of the president's reform efforts here are directed towards getting the munitions and a lot of the defensive equipment that Taiwan needs. 川普提名的国务卿政军局总经怀特伫人民听证会讲，川普甲国务卿卢比欧拢正重视对台军售，对国防特别预算，调解立委拢有正面的信息。下个礼拜，国防部会再加强跟各委员的沟通，再开一次的相关的专案报告。那下礼拜也还会再有协商。那我想，大家就依规定来进行审查。但我想，美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也好，或者是一个善意也好，我想对于推动军购条例会是有正面帮助的。我们跟在野党的主要的不同，还是在于委制跟商购的部分。那军购的部分，其实在跟国民党的委员们多次的磋商之后。我是认为说有一些契机。另外，共和党参议员邝世恒也搁再提出台湾关系强化法案，内容重申支持台湾民主加国际参与以外，也明确希望台湾增加战略投资，支持无对称战略，并且呼吁应该把 FTA 谈判列作优先项目，深化台美经济连结。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海关若准发现讲这买零钱有法院啊，就规批摕倒登去。不过，台美贸易协定生效了后，买零钱法院的部分乌条就当加工，引起是安尼记录。事实上呢，这法院的买零钱拢有这量规件，食落到地就中毒。上诉强调讲，若准发现讲这买零钱有烂去，或者是量规件含量超过标准，就规粒单条袂当摕来加工。2017年摩斯汉堡爆发骑马铃一条涉案的事件，敢若是有毒物质乌丁菜毒素。加在检验了后，这个含量无超过标准，英国问题产品全部拢收落来袂用卖，引发外界对着马铃薯毒性真大重视。英国最近台美的贸易协定 ART 报告内底讲，美国生产薄圆也是烂去马铃薯，敢若需要把薄圆的所在剃掉，就使加工使用。不过有动物专家烦恼讲，就算少数马铃薯薄圆。不过内底有的乌丁菜毒素有可能污染共配正常马铃薯，就无解毒剂。一个成人每公斤体重吃大概2到5毫克，就可能会有出现中毒症状。每公斤体重如果吃3到6毫克的芦荟碱，甚至会有死亡的风险。
意思讲，乌丁菜毒素中毒症状大部分伫食到8点钟到12点钟内底出现，像脑后烧烧，也有冰白热吐、头壳晕、头壳痛，严重时人无清楚，无在着喘气，甚至死亡。食药署讲，美国生产加工用的马铃薯输入台湾进前，拢应该符合农业部检验的条件。若发现有烂气，也是这毒素含量超过标准，就规粒现杀，被进入后续的加工。如果发现有腐败或龙葵碱含量超过卫生标准限量等违反卫生标准情事，即应整颗丢弃，确保安全无虞后，方可进入后续加工或流通。食药署讲，进口马铃薯深受不义，属有检疫问题，由农业部负责；也若派件烂机属有食品卫生问题，由食药署负责。后续会甲农业部密切合作，伫边境查检查，后壁市场抽验，确定马铃薯是不是符合相关规定，共同来监督检查。记者综合报道。3月小妈祖这大甲妈祖进香呢，伫阴暗10点05分就要起驾咯。预估会有60万人去到大甲送妈祖出城。目前这白沙屯马也上北来到中华路，信徒也真期待讲这两边的妈祖会当努力搁再上会。中期开始无伫香炉13年，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高岗8暝绕境行程，17暗时10点05分就要起驾。真侪信众下晡提早到会，都要参加一年一摆宗教大代志，搁期待甲白沙屯妈祖的上马会。我们刚好要出去，他们刚好回来，然后刚好也是可以碰得到面啊。碰到面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啊，就像千禧年这样子，那你什么时候碰到你不知道，就是这么巧合，对，当然很期待啊。白沙屯永庆宫妈祖8天7暝进香活动，目前乱假已经上班进入中华关，46万香灯卡报名随行，大甲妈特别起驾，也拢希望能见证历史。其实很期待，我们今天其实来的时候也有想说啊，看会不会有见证历史的奇迹这样子。有缘就聚在一起，就女神聚会加持这样吗？对，天后加持。大甲妈甲白沙屯妈乱假，过去嘛有3摆上会记录，分别是2004年伫台中山大，隔年伫中华参会，最近一摆是2007年伫台中灵井甲山大，已经过19年。镇南宫庙方表示，大甲妈拢是固定路线，一切看缘分。我们是固定的路线，我们没有办法转来转去，因为30万人，敢若上洗手间就一个大问题。来相会未相会，这拢是缘分啦吼，咱是固定，除非他来。台中市警方全面备战，评估白沙屯马18进入台中市，那行省道台一线甲大渡桥道甲大甲马路线定达，有机会设计上马会，相关路段已经规划启动交通管制，呼吁民众爱较早规划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如果传出有这教保员扣到囡仔案件，伫台南的中西区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教保员，去用指控讲咧会甲囡仔欺负，甚至甲囡仔伫咧箱仔内面，拢总有13个囡仔受害。台南市教育局表示讲，这涉案的教保员该罚50万，一世人拢袂当搁再假册。啊那迄个时阵在场另外迄位教保员虽然伊无动手，毋过伊也无阻止，就要罚6万块，禁驾1年。透早9点外，导师带囡仔出来上户外课堂，囡仔真欢喜。不过这背后却传出有考到囡仔的代志。台南中西区这间私立幼儿园，去年11月中，互家长指控，园内姓吴的教保员手段真粗残，甲囡仔下头、脸面、强制吃物件，甚至甲囡仔装入纸箱仔内，创治20分钟。教育局调查了后，发现受害人数有13个人，侪非当事家长听到拢踹一个。最压抑啊，袂歹呢。袂歹吼。系啊，老师阮孙嘛，我感觉袂歹啊。这次就有点夸张。庄爱慈像遥望这就夸张。对，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对，很多。因为我3个小朋友都读这边。哦。对，也没有碰到有什么问题。针对这桩违规案件，教育局接到通报，随调查，嘛经过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甲姓吴的教保员罚50万，兼一世人袂使搁教。那迄时在场姓崔的教保员虽然无动手，毋过互人看到伊专程伫边仔看好戏，互教育局认定爱负起保护责任，罚6万块甲禁驾1冬。对此有民代屁想，台南发生真侪届不当管教事件，即件要半冬啊，敢若对教保员处罚，业者也无相关作为。半年完全对业者连裁罚的机制都没有，然后等到好我们去关心要问的时候才说你这个程序在跑，这不是很乌龙更鬼扯吗？针对园方的部分呢，负责人要处以处罚，甚至减招、停招。我们在103年就已经宣示了，只要园方有发生情节重大的不当管教，一律会处以呢
停招、减招等等的一个处分。教育局强调，对苦毒囡仔案件绝对零容忍，伊嘛照幼儿教育甲照顾法的规定，有说无适任专区、公保行为人、教保服务机构等。除了这方面针对行为人罚钱，那园区这边负责人嘛要负责。教育局讲，到时会进一步行行政程序，依法处罚。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第20届国家奖的得主艺术家萨古流巴娃娃龙，和一个女性指控性侵，一审、二审拢互依照强制性交罪判刑4年6个月。上诉到3审了后呢，最高法院伫前几天驳回专案，依其本地判决确定。国家会也发出声明，讲会撤销这国家奖得主的资格，甲伊的证书、奖座，还有100万的奖金讨倒转来。庆祝获受奖百万族艺术家萨古流巴娃华龙作为第20届国家奖得主，说是震撼，性侵见效大，以2审拢被以强制性交罪判刑4年6个月，官司拍进1年，即马最高法院驳回已经定案。这个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们的部分它不采纳，完全是一面倒。这案件是伫民国110年屏东，虽然萨古流大化委屈，按个被害查某人主张有拒绝用手杀，因为伫野外无熟悉环境，过度自身的安危，唔敢积极抵抗。法院审理参照各项证据，认定萨古流无自制，无顾被害者意愿强迫性侵，犯后各言辞辩解无悔气，佮对被害者造成身体上无法度弥补的阴影甲创伤。被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为误等。本院认为原判决采证日式均无违法，驳回上诉确定。萨古流有罪确定，国技会发声明表示启动相关程序，撤销其国技奖得主资格。无奈会官方网站批读，也要求交回得奖证书、奖座甲100万奖金。公部门应该要去研究怎么样的应对机制，就是说，当这个人发生这样的争议的时候，在经法定判决确定之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作业流程？已经有了4年的时间可以来处理这件事，但他们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方案。那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国技会相关规范，今日国技伫判决定案了后，做出退奖资格等处置，按过视频证会。官司确定进程严谨建立一套清楚明确的应变流程机制，佮建议艺文奖项评选无限伫作品的本身，也应该考虑艺术家的个人操守，或者是社会证据。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日三读修正通过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以防扩大预防性羁押，甲这酒驾、杀囡仔罪、妨害性影像罪、含二少性剥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列入来。咱民间团体认为讲，这确实是有吓惊的效果，也认为讲这敬酒的治疗等配套措施也要做好救治。艺人黄子佼涉创意书房二少性剥削案，被二少性影像2审判缓刑，引起社会议论。一判刑17，三读修正通过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有风险羁押事由，但是酒后赛车、占有动罪、妨害性影像罪、二少性剥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即卖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条规定，被告经法官审问了后，认定有犯杀人、强制性交、伤害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事实，有反复犯罪嫌疑，爱羁押。即摆修法扩大有风险羁押的适用范围，强化特定高危犯罪防治力头。透过制度的强化，使高风险犯罪在符合法定的要件下得以羁押，避免再度危害社会。我们希望后续在相关法制配套上可以尽速实施，确保儿少的权益。另外，酒驾防治协会指出，根据交通部统计，酒后赛车占4成比率是累犯，落根扩大有风险羁押适用范围，达到合作的效果。按过认为应该会简短设置酒后赛车发生几率提悬，酒驾累犯、酒分盖地、转介率等配套爱对调。在酒驾族群当中，有一群就是罚不怕，因为他们对于尊重生命这一块呢，他们无感。但是，如果当你违法的时候，我剥夺你人身自由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罚，也可以参考美国的一个机制，因为他们其实都有这个预防性羁押的一个评估表，或者是可能再犯的一个评估表，然后供司法单位来做一个参照。
法院表示，那用列举罪名的方式恐惊无法度完整包含所有高风险个案，建议应该建立科学化、制度化的风险评估机制，互有风险企业的判断更较精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中油高雄的林园抢新三轻工厂17瓦斗的时阵呢，这燃烧塔火是熊熊烧到正美，而且佫青乌烟，民众掠准讲是出代志啊。中油表示讲是因为这电力监控系统各样才会跳条机，这安全机制就是甲缸内面的废气拢甲伊排到燃烧塔。然后环保局表示讲中油有违反着空污法，相关罚到500万。针对着民代质疑，敢是因为为着要提悬产能地输出问题呢？中油也出面赔回。中油林园厂。红红的火势，清气天顶，有阵阵的乌烟世界杯。中油高雄林园厂的新三轻工厂，17瓦头的时阵，规支燃烧台火势熊熊变大，佫发出隆隆叫的声音。就连屏东迄边的民众也会当看到这惊人的火势，民众无来表示，那又过来呀？已经蛮多次了啊。蛮多次啊！今天看到这样，我们吓一跳啊。有啊。较早就安尼啊。哦。平时天落了，伊开始运作的时，伊内底有一寡火气的迄个。伊就一定爱烧掉了来的正常啊。民众也担忧，是不是中油是因为这一次的塑胶原料的缺工、缺料，以至于要增产，然后影响这次的公安的整个状况。中油燃烧塔青乌烟，环保局 AI 监控系统第一时间掌握状况，随派人去稽查。环保局表示，是因为压缩机跳车造成设备启动安全停驶，不只个造成污染是事实，会依法罚款。而这已经是112年来第7摆。因为月初行政院长来视察，有要求中油要增加产能，提供石化原料。针对有议员质疑，是不是赶工影响到公安，中油也出面说明。一个监控系统的一个设备产生异常状况。然后导致那个启动安全连锁装置然后再将制成气体排放到燃烧岛去做一个燃烧的动作，不是跟民众所质疑的说赶工啊、缺料这个是没有相关性的。中油表示，发生故意的设备不是中央要求提早复工的新事情，不是个设备跳车一定要甲积伫咧管线内底废气消透出去。隆隆叫的声音是为了减少污烟，要甲水烟开单造成的。等到废气排泄，就会恢复正常。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淡江大桥5月12日正式通车，这公路局也推出淡江大桥工程美学特点，但是设计阶段的桥塔步行。那新北市政府也在今仔日邀请民众呢，做伙用散步的方式行过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通车在即，地方政府今天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步行上桥来体验。大家是第一次上桥，都感到非常的新鲜，纷纷拍照来留念。民众行伫桥顶，对桥顶看海景，也要甲主桥塔翕相。淡江大桥就要通车，新北市政府举办头一场大型活动，邀请民众行上桥顶。对北里甲淡水两个所在出发的人真多，来看这灯塔形状无平整的桥。我应该10几岁的老师，40年前就说要盖了，今天全工厂都休息。老板放假我就特地来走。每天都会看到它有一点点的变化。一开始觉得好像还没有要成真，结果居然就真的可以走上来。有机会可以带小朋友就从这边骑那个自行车到淡水，可以环绕一圈，风景很好。对，然后这个桥盖得很漂亮。淡江大桥这个时间收尾啊，5月12日正式通车。只是有网友伫社群分享，进前已经开车开上淡江大桥，也讲一路真通无阻碍。公路局推测可能是地伫的时间车辆入去工区，管制人员一时无注意，除了加强人员训练也提醒，无经过允准，家己开入去已经违法了。呼吁的民众那务必要遵守我们相关这个规定那在还没有开放之前的话，不要上我们的淡江大桥，我们会请警方做一个驱离。另外，对着淡江大桥人行道栏杆风切的声音，公路局讲已经伫上游边搭1200公尺的消音的亮布条，降低这个风引起的噪音。后续方案的纳入景观的考虑，规划采用离邦的叶片来处理，预计伫通车了后时做，大概8月底进行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北投区这专园路附近，今仔中昼11点半左右，有一台大南客运230号公车，家己去撞到路边护栏，造成15人轻重伤。警方表示讲，这56岁姓陈的公车司机呢，对这专园路落山，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出来出去车头去撞到边的护栏，包含司机在内车顶有18人，其中有15人轻重伤，拢赶紧送病院治疗，加在无生命危险。初步清查呢，这驾驶无食酒也无食毒，也若这事故原因，搁爱调查。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足寒的哦。今早起呢，伫咧园林车头有一个旅客载8大地行李要坐火车落南去到斗六，所以因为这物件伤过大件，影响到卡路，最后是铁路警察出来协调，也若这件事故呢，害火车慢14分钟。这个查某人甲8大地私人行李搬上代替区间车，车厢的通路差不多拢好占去，其他乘客大声抗议。小姐们修好，是排成这样。列车长来考劝，不过查某人都是唔处理。警方到场要求伊爱符合相关的规定，查某人则甲其中6地提落车，造成这班车延误14分。17早起8点外，这个姓刘的查某人提8大地个人行李，要为园林坐区间车到斗六，不过数量明显超过相关的规定。就一直搬到那个电梯的旁边那里，然后按那个延长，然后一直搬进来。经由台铁公司与刘宁协通后，同意刘宁携带2件随身行李，另6件暂放月台安全处所。代替甲高铁对要载大型行李拢有相关的规定，除了一个人限2件，寸尺总重量也有相关的规定。另外，若是要载子弹车、坐火车，除了敢若限制相提的列车，嘛都爱加买半票。民众嘛表示，坐大众运输工具也是爱以无影响别人为原则。这样不太好了，因为火车毕竟是要载人的，哎呀，不是说拿来让你坐，那你要载货，你可以用货车啊。我们原则上是会跟他规劝，就是请他移到不会影响旅客通行的地方，或者是请他移到我们的行李架上面了哈。那如果他真的不接受我们的我们就必须，如果真的影响到其他旅客的通行或者乘坐权利，我们就会跟他解除运送契约。代替表示，旅客若是行李超过2件，还是寸尺超过规定，会当照规定办理托运。类似的状况会先考劝念唔听，就会当解除，还是停止旅客的运送契约。记者采访报道。台湾和印度伫咧2024年4月签署劳工合作备忘录，劳动部长洪新汉近前也表示，头一批1000名印度移工上紧今年底会来到台湾引起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呼吁讲，伫咧现有制度无改善进前，反对印度移工来台湾。今仔日伫咧议会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带相关部会成专案报告。啊，那另外部分伊是表示讲欢迎专业讨论。不过，这工总的理事长是认为讲，这产业实际上的需求，建议政府就要先调查好清楚。劳动部进前讲，根据台湾甲印度签署的 MOU， 头一批1000个印度移工上紧今年底引进，引起民众的关心。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人数要求随停止引进计划，已经超过4万人赴议。中国政府表示会好好评估加管控。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是提案，要求行政院长带相关部会，针对长期甲配套到国会报告，专案照条约共识，直接交付日头协商。现在的逃逸的外劳将近10万人。如何管理？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到现在都莫衷一是。那要开放新的这样的一个大批的一个外劳进来，我们的国家是否准备好了？必须让全国国人能够来了解。只要是重要的国家政策，只要涉及产业、涉及人民，该专案报告，执政团队都支持。立营表态，乐见理性讨论。国民党团的3点主张，包括即卖制度还未改善前，反对印度移工来台，认为行政院应该说明完整的政策动机加产业需求。最后，伫9.3万逃走移工问题还未有效解决前，未使随便扩大移工来源国。就连地方民代嘛表达烦恼。传产的那个公司很多都引进很多这一些外籍移工，他们骑个电动车，发生了车祸，
就逃逸不见，毒驾啦、酒驾啦这一些问题，能不能说，那我们就拒绝印度移工来我们高雄市工作？可以吗？高雄市议会的态度我们会跟劳动部来反映的。伫产业面，工总理事长潘俊彦感觉，产业的发展确实是需要人的协助，若无会影响企业的营运甲竞争力，甚至出现有工作煞无人通做的情形。希望能开放，尽量能满足产业的需求，也不必要太过量，要去评估整个产业所需的大概多少。应该调查每个产业的类别他们的需求。劳动部讲，是不是引进需要两个前提，包括企业对印度移工的需求，也加印度方面的执行方案，是不是有法度符合咱方的要求甲管控？强调无法度达成这两个原则，都未引进更较无时间表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对媒体指出讲呢，国民党这次访问有甲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480万的补助费。对民进党的立委表示讲呢，这中国国台办伫咧2022年就甲这基金会列作是台独相关的机构，国民党安尼生做实在是真含，这基金会也无应该补助。那国民党是强调讲两岸交流合作和基金会目的并无违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几天带团访问中国，去用媒体亚康讲，6港拢总开新台币480万，甲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也那基金会是外交部关注成立的，因为组织的中庭有讲袂当涉及统一也是独立的活动，受到各界关心。院长，国民党申请480万补助费会退还吗？不过，做董事长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无加做回应。基金会是用新闻稿表示，专案也无进入核销的阶段，对各界提醒也阁有建议，嘛会提起党干事会议。也那中国国台办捌伫咧2022年，因为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甲民主基金会列作是台独恶党分子关联机构，而且宣布制裁。身为董事之一的民进党立委就口说讲，国民党煞申请补助去中国交流。国民党等于是跟中共认定的台独组织申请经费，那还去那里同意就是什么不台独等等哦，跟习近平握手。到底有没有涉及统独啊？所有看新闻人都知道，有所谓的一中框架，还有所谓的反台独。它成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突破中共对台湾在外交上面天罗地网的包围。那至于民主基金会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个人是蛮惊讶的。不过，国民党立委嘛讲，2012年迄时做立委的萧美琴，嘛以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身份去上海参加研讨会，呼吁基金会爱公正审核，避免相定标准。他等于是拿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钱推动两岸的交流，他也拿过这个钱做这样的事情的。那郑丽文跟他做的是一样的，那这个萧美琴可以，郑丽文不可以，这个。也是双标了，一切就在董事会里面来处理嘛。根据中庭，民主基金会政党补助金额以国会实处比例来分配。依照2024年年报显示，国民党分配大概是1335万，民进党大概是1309万，民众党是205万。三个党拢会使依照规定申请补助。国民党强调，申请补助是遵照宪政体制，认为两岸和平。台海稳定，台湾民主才有充分发展的空间。也那基金会是回应讲，会依照程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后礼拜3要出访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不过网络顶头所有人讲，这南非的媒体报道讲，咱驻斯瓦蒂尼大使牛昂新牵涉到贪污案件。咱的外交部强调讲，这拢是风声放影，是境外势力伫遐操作假消息，想要迫害台湾的外交。总统赖清德2日特别前往友邦斯瓦蒂尼，展开上任了后第2届出访。不过，伫这时阵有网络讨论群组引述南非媒体斯瓦蒂尼 News 的报道讲，咱驻斯瓦蒂尼大使牛鸿升牵涉到真侪件腐败案件，包括滥用职权甲帮散问题。对这代志，外交部正式反驳，相关的风声不是事实，已经向警方报案。内容毫无事实基础，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证据。是属于典型错假讯息操弄。总部位在南非的这家媒体是接受中国资助，并具特定政治立场的媒体。除长期批评史国王室以及政府施政外，同时也持续在国际间散布贬义我国主权、
破坏台史邦谊的错假讯息。外交部表示，日方省大使2018年到任了后，积极深化台史双边的关系，甲苏国的王室政府关系良好，所以变做有心人士攻击的对象。国讲这是境外势力炒作假消息，想要破坏咱国外交关系，伤害第一线的外交人员。报道的媒体本身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到底有没有谁涉贪情事跟情节啊？这人事实地把它调查清楚。中国的攻击，除了像这种假讯息、假新闻以外，还有很多无理粗鲁的一些做法。哪位呼吁外交部也是应该彻查，立委是批评这是标准的中国人治作战。学者分析，司法地呢是目前咱国伫非洲唯一的友邦，中国这边用经济政治来压迫，加苏国排除和非洲国家零关税的台务以外，同时嘛积极伫乌比亚卡，像讲用真实的介绍竞标苏国的水坝工程，试点两边手法。台湾因为安尼会当伫外交路线，甲中国明显无共。我们在斯瓦蒂尼的工作啊，无论是医疗团也好，或者是这些技术团啊，或者是这个农技方面的，都可以看得到。再加上我们给他们学生的奖学金，我们叫做精英吧，在台湾读过书嘛，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维持台湾邦交很有帮助。学者认为，咱国伫苏国投入的工作以在地培力能力建构为主，虽然规模无大，但过会当建立长期效果甲信任，进一步坚固邦谊。记者采访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讲要甲其实枪做晶片，连 Intel 也宣布要加入。特斯拉的官方网站也打出找人才，告示要学台湾高大类工程师职位，拢是爱有经验做过先进制程半导体人才。台积电的董事长桂德嘉伫咧发说会时阵有特别讲到，精研代工无较紧的方式，也强调讲袂看轻对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之前讲要去 Terafab 大型晶圆厂的计划，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也宣布加入。点开特斯拉官方网站公开9大职缺，包含半导体先进制程核心工程的能力。200-300年薪，可能 work-life balance 吧。如果是以台积电这样子的薪资范围来说的话，年薪400、500左右应该都可以。特斯拉要找人的条件主要锁定 Terafab 计划，亲像高级制程工程师、化学机械推进、电脑高级制程工程师、资深制程工程师、高级制程整合工程师，主要要找9大工程的职缺，锁定先进晶片制程5年以上经验人才，其中国内职缺要求有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经验。专家认为讲，马斯克想要推行 Terafab 计划，需要是具有战力。技术条件的标准偏悬，只是 Terafab 要成功来达成达到马斯克希望的晶片自给自足，困难度不离悬。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加总裁魏特嘉伫法人说明会顶面指出，精益代工是无法度行近路的。它在这个制造方面是完全缺乏量产的一个经验，跟这个所谓专业封测体系的一个情况之下，短期内其实比较难以去跨越从研发那么到这个稳定产出的一个技术高墙。台积电除了独步全球高阶的制造技术以外，学者认为要将独家优势，马斯克恐惊无多来复制。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不是说有设备啊，然后你知道，这些参数怎么调整去啊？其实它牵涉到人力的问题，牵涉到供应商怎么配合的问题，牵涉到说我的机台有没有办法自己去改正修正。另外有专家分析，马斯克想要学到台积电规团队，恐惊也无简单，而且就算有钱，台积电的企业文化也买袂到。就算学到规个团队，顺利到国外就业，那爱面临真悬的成本，适应期这问题，敢若是安怎提升良率，就是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要扩大服务对象，甲家庭暴力、经济弱势有一寡困难的青少年列去计划内面，也要增加职业训练体验和交通补助。劳动部按算伫今年参与人次会对去年的2500人增加到3000人次。也那边监督体是认为讲，这寡弱势青少年呢，唔但需要就业准备，更加需要社会关注和机会。为着要整合青少年厘清未来职业的方向，劳动部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整合职业探索、职场体验、
甲职业训练嘛扩大甲放练服务的对象，增加要咧就学唔过伫弱势处境的青少年，将有弱势处境的少年都涵盖在内，包含了遭受到家暴、性剥削或者是性侵害的少年、司法少年以及经济处境、经济弱势、中低跟低收的少年朋友，这个就都纳入这一次的计划可以适用的范围。劳动部讲，计划还会新增加职训体验，让青少年正式入训进前，了解家己适合什么款的头路。啊，若偏向青少年参加相关的活动，每工上悬有240块的交通补贴。另外，伫第一线陪伴弱势青少年的民间团体讲，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对弱势青少年来讲帮助真大。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少年就业力的准备，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逆境少年，所谓的中辍、未就学、未就业的孩子。他们真的很需要社会大众真的去关注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机会跟平台。青少年就业本身的效益呢，不仅仅是在于就业协助透过就业本身好的对待跟成功经验，改变青少年个人的认知行为强化能力、强化自信，提升个人好的自我认同效益非常明显另外，劳动部讲，去年参与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去职业训练的大约有2500人次。今年计划扩大，希望有3000人次来参与，嘛希望透过计划协助愈侪青少年会当找到未来的方向。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你敢知影讲，这卡这反诈骗165专线和1980张老师专线、1995生命专线，拢爱家己负担电话钱的。有立委是认为讲，无论是打击诈骗或者是救人，这拢是公共服务，不应该因为这电信业者无共款，就叫民众来纳钱，也还有政府就爱变异常处理。卫福部和内政部拢表示赞同。这是诈骗啊！诈骗，赶快打电话查证。诈骗的手法真侪种，那基本时阵卡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已经是真侪民众的直觉的反应。严格立委讲，包括反诈骗165专线，也个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的1980张老师专线、1995生命专线。若是无共电信业者卡，爱算电话钱，因为即卖165专线线路是中华电信提供，所以中华电信的延号加次会那卡是免费，不过管团加大哥大延号卡是1分钟1块。现在目前其实电信业者在165部分大概有协助先做一个过滤，所以现在虽然目前那2家业者的收费，它还是以1分钟1块的一些成本计价，因为业者有帮忙做一些客服的过滤。刘伟讲，根据警政署的资料，114年165专线接通量475000通，比110年的加9%，表示民众对反诈骗要求帮助的需求愈来愈多，也看出免费的必要性。不过，无论是打击诈骗，也是救人，拢是重要的公共服务，不应该因为用多一间电信业者留差别太久。政府应该变有算，和全民拢会当免费使用。卫福部新建司这边当然非常乐见，就是说我们要去降低民众求助的一个障碍这个我们也是乐见其成。那只是说这属于民间团体的这个人力跟服务量能扩充的部分，也是我们在这个政策要推动的过程里面要去做思考的。我们编列预算立完通过了以后，这个服务量能我们再来考虑怎么增加。那一定会增加我们的秒数，然后要增加很多人来接听这样的电话。初步算起来，打击诈骗专线那全民免费，一年的预算差不多170万。另外，生命线加张老师算起来是爱50万。对免费使用补助政策，卫福部甲内政部拢表示赞成，所以会将案件送上去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新港台61线161公里的所在，透早3点呢，有一台上北的拖帮车撞到一台货车了后，就冲入去路南的车道。还另外一边呢，有一台化学造车和一台货车被互闪转压的并车，影响到3台轿车，也造成3个人受伤。因为这化学造车内面载是这醋酸钾酯这款化学药剂，正后着火。消防人员也派这机器人伫现场转水降温。救护车赶到位，甲伤者包扎，好加在意识拢清楚。另外2个受伤的人拢送病院急救。孙姓槽车司机，他脸部、腹部、肢体多处擦挫伤，经由我们救护人员清洗伤口、包扎止血、执行救护的处置之后，送往彰滨秀传医院。
好佳在3个人拢无性命危险。17透早3点左右，彰化新港台61线161公里处，一个小鸡驾驶驶拖车上北，先弄到一只货车，煞尾搁冲落去落南的车道，后一台化学槽车，还搁有一只货车闪袂扶兵车，现场规个是乱糟糟，化学槽车直接倒伫咧车道，双向拢无法度通行。也那槽车所在的臭酸架子，嘛伫咧落南的车道留到规世界。消防人员出动消防机器人进行降温、检透水。臭酸架子是剧毒、高挥发性的有机溶剂，主要用伫咧油漆也是墨水等等用途，有真高导火、刺激性、麻醉的作用。若是人体接触到浓度真悬的臭酸架子，就会不爽快。如果说呢，你吸入或者是被感染比较多的话呢，会影响到你体内的代谢，因为代谢出来会产生所谓的甲醇啊，那甲醇会造成我们的视神经呢会受损也许会那种酸中毒也有可能。物理老师就指出，臭酸架子常常用伫咧生活当中，使用的时阵要提高警觉。这站车祸肇事的原因，警方要搁进行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竹北最近有几个为民众哄骗，根据了解是一个50多岁查甫人，伊会专门去找人开讲博感情，假做是亲情了后，就开嘴甲你借钱，钱摕到手，人就碰见啊。当地机关讲已经有3个受害者，警方也当咧追查，要抓一个恶质的变身啊。身穿黑白色线条衫、挂嘴暗的查甫人，伫别人厝门口口行来行去，看到时代就挑工借话开讲，讲20多分钟了，得到对方信任，就安尼骗走时代1000块。他说我是你舅舅的儿子，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是包工程，讲得很像，真的就是那一个人，就是我以前跟他玩的儿时玩伴。后来最后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今天带了一个工人受伤。他需要有一点那个钱，但是他带的钱不够嘛，跟我借1000块。这是新竹县竹北最近出现一个大约50多岁查甫人，是家伫附近挑工找人开讲，了后就向对方开嘴借钱，而且受害者已经有3个人。我婆婆去年已经给他，就是说已经也给他诈骗3000块这样子。我觉得说自己好手好脚的，为什么不去做事那些反过来骗老人家这样？用骗的方式，比如说我是谁的舅舅啊？如果舅舅讲不通，可能就扯到可能他是他的那个叔叔的小孩啊，或者阿姨的小孩啊。目前现在知道的目前有3位，3位的话金额是1000块钱到3000块钱不等。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在此呼吁遇有亲友借款情形，务必先请查证身份，切勿因一时兴起或同情而交付现金。目前警方当咧追查嫌犯，要把这个恶质的变身抓起来，避免有民众受害。也提醒民众拄到不熟悉的人借话，一定要提高警戒，避免受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人讲接做手袂钝，台语接讲你就会练转。为着要营造讲台语的环境，这台中的中一高中特别成立台语订正式教室，伫咧拜五举办这启用典礼。教室外口除了有这金典奖作家李中清的台语诗创作，教室内面呢也有展示真侪台语俗谚。学校表示讲，这语言的传承不只是靠上课课本尔，更加需要透过着这生活环境来带动。希望利用这沉浸式教学的设计呢，或者学生自然接触台语，增加讲台语的机会。环境内底做人的思念，款式可能无共。教室外口有台语诗金典奖作家李中清的作品《土地》甲有夜歌的新诗创作，这是台中市中一高中的台语沉浸式教室。教室内底阁有侪侪台湾俗语甲台语电影的海报装塔，透过空间的设计，让学生感受到台语的雅气甲内涵。好命唔值得用惊，这句话我足介意，因为咱人若无健康，足些代志拢无法度做。教室内底有足侪诗文，平常时都会当看到台语啊，我感觉安尼足袂歹。学校表示，因是台中市头一间成立台语沉浸式教室的完全中学，除了课程学习，嘛希望学生会当用无同的方式接触台语，亲像台语文学的创作、俗语话的生活智慧，拢会当看到语言真深的底底，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越在地越国际的出发点出发，从本土语的扎根做起，才能够胸怀世界。期待这样的教室可以为孩子打开另外一扇世界的窗。今年是台语第
电影70周年，所以阮就是办一寡台语电影的小改，透过这电影影片印出到即马，咱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其实咱的台湾文化的历史地位，拢是甲别人会使比拼的安尼。学校指出，语言的传承毋若伫课本，因也安排各种文化体验活动，伫头家带学生仔去土地公庙拜拜、母语日办展览等等。即阵阁进一步成立台语沉浸式教室，希望营造多元的语言环境，互台语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日本漫画上总的福利链公司台语台5月初2要推出台语版本咯，这预告一出来，网络顶头已经有真侪讨论啦。事实上呢，这配音会当讲是漫画的灵魂角色。目前呢，民间也配音工会招第一线配音员台语指导，同齐要来开台语配音训练班。有学者是认为讲，看到这业界愈来愈有意识，把台语当作是一项专业，这是一个真好的趋势。我明明就一直拢知影，人类寿命真短，我哪会拢无想到去加较了解我。日本漫画上总的福利链公司台语台5月要推出台语版，网络也有真侪讨论。有网友讲用台语听更较感动，嘛有人欢喜会当甲时大做伙看。配音通讲是漫画的灵魂角色，即马有台北的配音工会特别开设台语配音训练班，除了期待拍开未来的台语市场，伊嘛认为传承语言文化是要紧的代志。目前大概呢98%的配音员、线上配音员都在我们配音工会啊，这也是政府大力推展的一个部分嘛。那对于我们工会来讲，我们当然也是全力支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市场就在这边，所以呢，大家如果着眼在只是国语配音，那这个市场其实坦白讲已经有点饱和了。那可是台语的配音员对业界来讲，其实还是很稀缺的。工会表示，训练班除了教发声技巧、声音表情，嘛有请台语老师来教正确的发音。有含教育部做30几出漫画的台语翻译指导经验的学者指出，业界一寡资深的配音员台语真老，靠喙水翻译配音拢毋是问题。不过，即阵真侪少年世代较欠台语环境，有台语指导通配合配音员结合双方的专业，才通互品质愈稳定。这个老演员因咧搬台语戏剧也无真好，台语指导人都同样好势好势，因咧搬因的无去，所以因错误都足低。少年演呢，差不多拢这呢，拢是第一语言是华语啦。所以阮需要互伊学着正版的正确的，迄个时阵就真正爱调。那这个模式用迄个行正常华语话，我相信未来那安尼做咱的品质是拄好，也袂有歹。学者嘛表示，即阵通看到民间的配音工会有意识甲台语看作一项专业，甚至特别针对台语开配音训练班，这是真好的趋势。那工会训练班拍算敢若收20位学员，伊嘛鼓励对声音产业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试看卖。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信义基金会长期以来关心囡仔的阅读议题，今仔日举办第38届信义幼稚文学奖，对265件参赛作品当中选出5件，这内容包含着交通安全、亲情甲实地议题。这届得奖者内面年岁上大的是70岁蔡德民，伊是用土地、声音和母语来写台湾50年前的故事。70岁退休教授蔡德民理科背景，不过真介意文学。这届头届参加信义基金会举办的文学奖，就得到佳作。作品合作会欠时间的周志先生，写伊和阿公的故事。伊未来嘛计划把这篇作品翻做台文版本。这篇我未翻做台语啊，但是翻做台语唔是问题啦。我年纪已经能够写的故事，较接近台湾本土的接地气的吼。就差不多应该是50年前台湾的故事啊。蔡教授毋但伫台语创作领域得奖，今年也得到教育部的客语文学奖。伊介用台湾这片土地声音来创作。那今年信义文学奖的头奖是一位专职妈妈李曼。10年期间，伊不断创作，4年前摕到佳作。今年这篇鸟鼠国的高档车也摕到头奖，灵感着来自于读国小的后生。我有跟我儿子讨论过，说你觉得就是像果冻车他们在路上假如相撞的话，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就对了。然后我们就是有发出各种声音，然后各种讨论。
这届信宜幼儿文学奖评审伫265件作品当中选出5件，得奖者对25岁到70岁拢有，内容包括交通安全、湿地基地和文化资产等等。教育部长陈英耀要到颁奖典礼现场，肯定基金会培养出真侪儿童文学创作者。基金会也感谢教育部推动阅读计划，也讲会坚持继续为囡仔讲更较侪好故事。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乌克兰和罗西亚伫咧东正交国或者停火破局了后，搁再激起来啊！这罗西亚军队伫英国24点钟内出动，要到700架无人机，几落10粒飞弹攻击首都基辅等城市。就算大部分这无人机飞弹或者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炸落来，也是造成上无17人死亡。罗西亚就表示讲呢，是回应乌克兰进前攻击黑海的民用目标。乌克兰乌海都市敖德萨建筑拢咧呈现，消防人员一直咧拍火，怪手也出动协助清理突击队，居民想起轰炸的过程，伊满心惊惊。Летела в 7:30 вчера, 9-этажка. Там мужчина погиб, органы разрыва. Говорят, женщины. Мы сидели до без 10:03 ночи в подвале на цокольном этаже. И потом снова был прилет. И говорят, дом завалился. Люди под завалами кричали: детей спасите, чтобы кто-то был жив. Не знаю, там. 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军队伫24点钟内一直咧轰炸首都基辅第2大城哈尔科夫、乌海港市敖德萨甲东部中南边的利涅波罗甲扎波罗热等地，出动将近700架无人机、几20粒的弹道飞弹甲巡弋飞弹，大部分互乌克兰成功拿炸或者是拍落来，也是有12粒飞弹甲20架无人機，彈到民企學校甲基礎設施。Our F-16 and other systems destroyed all cruise missiles and destroyed more than 600 drones. Not everything, but big, very big. 泽伦斯基表示，目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运作正好，拿炸率90%。不过，乌克兰即马面临原弹道飞弹严重欠缺的困境。罗西亚是讲，即摆攻击目标是将配合乌军的巡弋飞弹甲无人机生产工厂，同时回应乌克兰进行攻击乌海港口都市普鲁塞的民用目标。能够进行乜嘢东正教，各或者宣布停火37点钟，不过根本就无实行。另外，荷兰昨日将国际4项自由奖颁予乌克兰总统，表彰其甲乌克兰人民在抗罗西亚战争4年期间展现的勇气。乌克兰甲荷兰也达成一项国际友好关系协议，双方会在无人机生产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乌克兰进前宣布将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系统甲步兵整合做机器人突击作战模式。那成功在真济所在，罗西亚军队据点，佫达成世界上第一摆伫无步兵参加之下，敢靠机器人都掠到敌军的记录。公视新闻陈秋梅报道。美国和伊朗协议停火2礼拜，4月15日，美国的财政部长贝辛特表示讲，美国当日要加这伊朗实施经济怒火制裁。贝辛特强调，其他国家若准是甲伊朗买石油，或者是银行口座内面有伊朗的资金流，拢会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已经有2间的中国银行受到这美国经过配合。美国甲伊朗的2礼拜停火协议要伫2日到期。美国总统川普搁再强调，是伊朗想要甲美国达成协议，甚至原意说真侪因2个月前无想要做代志。所以讲双方的交涉这个过程是真顺利，只是达成和平协议的时间可能要搁延后。也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伫15警告各国，美国正准备对伊朗做出等于是轰炸行动的经济制裁。We have told countries that if you are buying Iranian oil, that if Iranian money is sitting in your banks, we are now willing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is a very stern measure. 就伫美国宣布这个敢若亲像经济怒火制裁前一天，美国已经对中国、香港、阿联甲阿曼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若是因甲伊朗业务往来，美国实施刺激制裁。Two Chinese banks received letters from the U.S. Treasury. I'm not going to identify the banks. 除了金融机构，贝森特也警告中国，莫再继续买伊朗的石油啊！因为伫国际制裁压力之下，伊朗超过90%的原油出口拢是挖靠中国市场。也若美国即阵油价是每加仑4块1角1分美金，比1年前的3块1角7美金较悬。贝森特乐观讲，今年热天，也就是6月20到9月20的某一个时间点，汽油的价格会再转来到3块美金。
因为中东战事荷姆兹海峡已经封超过5礼拜啊。德国海归航运上大公司赫伯罗特相关陷入困境。赫伯罗特即阵有6只海轮吊伫波斯湾，要150个船员吊伫船顶。除了烦恼因人伫战区心理的状态，而且这饮用水也变真贵。不过加在也使经由维持甲厝内底人也有公司联络。 Dann sehen Sie schon, das alleine sind 40 Millionen. Die Kosten für Versicherungen von Schiffen sind durch die Decke gegangen und Lagerkosten für Container, die wir nicht in den Persischen Golf bringen konnten und die wir jetzt im Oman, in Pakistan oder in Häfen von Indien unterbringen mussten. 另外，相关调伫波斯湾的船员有2万名的豪普特工，希望也使得到各国军方的援助，来确保荷姆斯海峡也是其他航道顶面无水雷，互因会使安全来送货。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 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